喂，有。这时请咱三角用圣诗来同心学乐咱的天父。圣诗头一首圣诗是181首，咱做伙来念一解歌词，来请。同心学乐天父，自然永活上帝，听堂灵敏，无强无真，照顾天顶地下。第2节，所尊名，上帝独生的囝，功劳极大，属人罪过，替咱放杀性命。第3节，学乐上帝圣神，全能感化万民，对天降临，点人的心，互咱过久换新。这个所在，就回去上面那一页哈，迄个咱拢念做改旧换新啦，但是这大家叫做过久换新，这可能是下门的音啦，好，咱再来，来后一节，学乐三位一体，爸囝圣神上帝，至尊至大，万物主宰，学乐到万万世。来请，同心学乐天父，自然永活上帝，听堂灵敏，无强无真，有乐天灵对，学乐耶稣尊名，上帝独生的囝。下面一首是圣诗184首，这首诗歌咱有若拢真熟，伊有若4节哈，迄个后壁有一个副歌，咱做伙来念头一节副歌，第2、3、4，咱就是毋免念，来做伙来请。上帝疼他，哪会遐大？欢喜喜乐互我，紧我卑微小可的人。我甲伊混我，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那亲像我靠，为你的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直到迄日。第2节，耶稣恩典哪会遐深，充满伫我心内，因为对圣经福音。心怀平安自在。第3节，圣神感动哪会遐快，互我亲在过世，亲受福音，亲受感化，性命换新正直。第4节，爸囝圣神三位一体，至圣至权至大，尊贵荣光永远。学乐以名无数。好来，咱第1节甲第3节，咱请兄弟来唱；第2节甲第4节，咱请姊妹来唱。好来。来，兄弟请。上帝
阿门。伫现场以及伫线顶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伫主日，咱会当做伙自集敬拜上帝。伫暗暝开始进前，请咱将咱的手机设定伫静音，请咱安静咱的心，伫奏乐中立倒，请奏乐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你做至权，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的名，我要日日称赞你，要永远学到你的名。上主至大，应该受大称赞，伊的伟大无法度测度。这代要对迄代称赞你的作为。要保养你大权能的所在，人要讲起你尊贵英光的威严，我要笑念你奇妙的作为。请咱同齐来吟诗学乐上帝，圣诗第181首，同心学乐天平，吟全首，请起立。
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尊、至悬、至大的天父，慈悲怜悯疼痛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极大的恩典。上主，你的作为极奇妙，你讲出就有，命令就徛在。你设立天甲地的根基，想使阮性命活开。你的权能阳光遍满全地，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你的名是应该学落的。主，我们谦卑伫你的面前，我们用心灵甲心实来敬拜你。恩典的天父，你是阮的拯救。感谢你找你的独生囝，阮的主耶稣基督，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为着阮人的罪，放杀性命，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流出宝血，洗清阮的罪，将阮赎回，互阮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，甲上帝有更好的关系。圣神啊，求你临在伫阮的中间，帮助阮安静伫你的面前，互阮知你是圣的，愿你进入阮的心内，监察阮的心思意念，看阮有啥物歹所行无。主啊，阮若是有得罪着你，得罪着人的，求你来赦免阮，求你甲阮创造清气的心，互阮内面有换心正直的神。怜悯的主，咱伫姊妹中有人失去亲人的，求你来安慰陪伴因，互因有你所想事的平安。有人身体病痛的，咧化疗的，求你来医治看顾因，互因无孤单。心灵忧伤软弱的，拄着困难的，求你来扶持帮赞，坚固因的心，互因对你遐得到教育的气力来面对挑战。主，你的恩典教育阮用，你的气力是伫阮人的软弱来成的。主啊，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，造成侪人的死失，愿你怜悯帮赞，将你的和平甲疼放伫阮全世界领导者甲正人的心内。求主保守台湾面对中国甲国际多变的局势，赏赐智慧能力互执政的来保护台湾，互百姓心内有平安。愿主你来掌权。11月2日，公职人员的选举，求主保守选出合理旨意的人选，为大家服务，互社会进步，人民安心。万愿安尼上帝，求你帮助阮，着趁主要法理通找着的时来找你，伫你三军的时来求叫你，着常常欢喜，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。帮助阮通过每一日的读经、祈祷、亲近上帝，踮伫基督耶稣坚强来过日子。愿圣神引带阮活出主的心意，互阮哪来哪亲像你。恳求圣神甲牧师三甲同在，高我伊，互伊传讲对你遐所领想的，感动阮每一个人，互阮的心智。搁再一届得到更新，通清楚知啥物是上帝所欢喜、看最好、搁完全的旨意。我们将今仔日的敬拜、恭敬献伫你的面前，求主你来接纳。阮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祈祷。阮伫天父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。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海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由所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请坐，请咱来用主导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。
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得岛入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营，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更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启应文，诗篇98篇，请咱来启应。恁着向上主唱新的歌，伊的正手成的手骨施行拯救。上主已经宣布伊的救恩，伊会记得伊对以色列家应允的慈爱甲信心。全地拢着向上主出欢喜的声，着弹琴称赞上主。着用喇叭甲扫角，愿海甲海中一切拢出声，愿江河拍泡仔欢喜，因为伊来要审判全地。请咱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0章27节到38节。现代台语译本伫新约部分第187页。路加福音20章27节到38节，有一寡主张无搁活的撒都该派的人来耶稣遐，问伊讲。老师，摩西所写的律法，甲阮讲，若有人伊的兄死去，某夭伫地，毋过无囝，伊做小弟的，着带兄嫂替兄传宗接代。以前捌有7个兄弟，上大的带某无囝就死去，第2个、第3个嘛带因兄嫂，7个拢安尼，无囝就死去。后来，迄个妇人人嘛死去。安尼过活的时，即个妇人人是倒一个人的某？因为即7个拢捌带伊做某。耶稣甲因讲：今世人有嫁有娶，不过会堪得对死人中过活，搁进入来世的人就无嫁无娶，因为因是过活的人，袂搁死，甲其他相款是上帝的囝儿。关系死人搁活的事，摩西已经伫跌倒的刺皮迄段经节有指明，嘛称呼主是阿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伊毋是死人的上帝，是活人的上帝。因为对上帝来看，因拢伫活。接着，请圣乐队来学乐，诗歌是。愿感谢主。
感谢主，愿吟诗献就感恩，为着奇妙恩典宝贵的听，而乐至圣君王，因为主为阮死，阮通得到永远活。感谢而乐上帝。这时，请牧师正道，题目是起头式的果子的歌乐。感谢主上帝，互咱会当伫伊定着的时刻，搁三甲自执。尤其是这2-3年，咱深深体会到人甲人中间会当三甲斗阵自执，就真无简单。伫个咱每一个人所生活的环境中间，你拢会经验着无共款的一个功课。用咱台湾来讲，搁3礼拜要有选举，这个色就搁走出来。绿色的、蓝色的、白色的，毋哪阁有啥物色的吼？你就去互人讲，你是啥物款色？我踮咧树林教会已经第10年啊，差不多伫讲台顶我拢毋捌咧讲政治，人嘛讲可成都，你就即款色的啦，吼，毋免讲就知影吼，咱拢会即款的情形。即个是一款功课，咱无共，毋过。特别是基督徒，咱来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敢若亲像有一个甲我生活，甲我年岁差2个月，踮咧教会中间，常常有机会三甲斗阵吼的时阵，伊会讲：许牧师啊，在台湾用台语来传扬福音，只能够靠你们长老教会，可能靠恁长老教会，阮无法度。靠少恩牧师甲我差2个月，阮2个拢共1年，但是因为一寡特会常常会斗阵。伊常常伫分享即款因的无力感，因无法度对台湾人来传福音，意识形态影响就大。但是伊是一个真会当到你常常甲我分享讲，我们不同，但是我们可以在一起。基督徒就是即项啊，咱无共，咱有真侪无共，但是阮当爱学习的就是咱要斗阵，尤其是即几年疫情的关系影响，所以人斗阵阁有一个距离。叫咱来戴口罩、勤洗手、保持社交距离，我就1.5公尺。今年这个部分已经较无遐严格啊。不过咱犹原同款，连流行性感冒来，咱嘛是着爱戴口罩、洗手。这个咱嘛是忙。不过要安怎突破？因为这几年来，人甲人中间迄个距离，这个看会到的距离已经会当较近啦，但是心灵。看袂到的距离，这个距离要安怎去甲突破？咱对伫今年3月、4月开始，关怀组特别关心，若有确诊的兄弟姊妹，都爱互人关7天嘛吼。有诶大部分拢伫厝诶，但是嘛有人去伫咧防疫旅馆，所以关怀咱教会关怀部就用探访，敢若像去入院共款，来探访伊。照咱这个教会关怀事工部的统计，已经因家庭算已经超过110个家庭，人数超过200个啊。因为有诶是家己一个人，一寡青年人白漂，也是工作家己一个人。但是咧，嘛有一个家3个、4个、5个，所以哈诶，咱才会过去这半年的中间，你就知影，念伊这个家庭，念伊迄个家庭，只要有一个人。他们家的很多的生活、动作、行为都要调整，那个氛围无共款。感谢主，咱统计教会的事工小组、圣诞节筹备小组，在想讲，那安尼咱今年的圣诞节到底要安怎？会当搁一摆来反省，搁一摆倒转来主的面前的时阵，因学习到伫这款有距离的世代。若食饭，连敬拜有一段时间，咱做礼拜，人甲人都爱坐分开。穆斯林踮咧祈祷的时候，本来一空一个，有一段时间伊嘛是都爱几落空在个落一个吼。咱看因拢拍得咩啊拜，要安怎去学习恢复倒转来突破一项？所以这就互咱看到今仔日，咱所要背的金句是保罗写互。帖撒罗尼迦教会一句话，伊咧讲到上帝拣选恁诚做初熟的果子，互恁因为信道理
受到圣神感化，分别做圣，来得到拯救。大意的圣经是安尼讲，咱先来读预备来，因为伊对天头就竞选恁来得救，对圣神，互恁成做圣洁的子民，阁互恁确信真理。所以上帝竞选咱成做初熟的果子，拣选我们成为初熟的果子，使我们得救。第一行跟第三行在说到我们生命的实况，拣选我们成为初熟的果子，使我们得救。中间的讲到咱一世人的功课，相信真道，相信福音，相信耶稣基督为着我死过我。但是咧，迄个信咧，是经过圣神的感化，圣神不断的改变我，互我会当分别做圣。这个正圣是讲咱正做圣洁的人，正做外好的人，无咱永远是软弱，伫患难的中间。毋过，亲像罗马书12章咧讲的，圣神帮助咱心思意念换心变化，来敲吹，来符合什么是上帝善良伊欢喜的旨意。咱一世人伫这个过程中间，拍破自我中心，拍破我家己，互人认定的色彩，突破这个部分，来感受、来学习什么是上帝的心意。基督徒真侪时阵，咱若顶礼拜有参加培灵会的时阵，咱就会当听到大卫牧师、大卫牧师讲，基督徒同大的挑战、同大的罪是啥？咱根本就无信，我们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。圣经讲的代志，咱选择性来信，咱选择性来信。圣经明明甲咱讲，咱就要通过圣神来改变生命。什么人要互改变？我就是我哪要互改变？结果第一抓到第三抓，无采去啊！上帝竞选咱，诚做伊的囝儿，诚做初熟的果子来得到拯救，无中间一抓。我相信，我领受洗礼，这是迄个时刻的功课。但是我一世人恳求圣神来帮助我，改变我。毋那干那我的心思意念，嘛包括我的言行举止。咱看保罗的批信，常常安尼讲啊，行事为人，伊讲会点伫一无所思，点咧批信讲，咱的行事，咱的做人，要安怎，互圣神来引带咱。这是咱特别是通过这3年，因为疫情影响，互人真侪行为模式得到限制的时阵，即马所谓的开放。咱会当通过安尼，体会到教会圣诞节筹备小组因所提出来的题目。今年的主题叫做“预备来，圣诞零距离”。伫今年，当咱咧讲到人甲人中间的距离的时候，咱就已经咧学习讲，唔通够受迄1.5公尺的限制啊啦。人甲人这看会到的距离应该是零距离哈。可是咱唔是用迄个零距离呢，那个零是有没有下面一撇的 ？L-I-N O 啊，这个零呢，下面有没有一撇？啊，有一撇变成邻居，没有一撇就是没有距离哈，零距离。所以今年咱教会的筹备小组讲，咱的 slogan， 咱的目标，咱的主题，圣诞，甲咱厝边，伊要提醒哦，你讲零距离，那安尼，你甲什么人？到底什么人是你的厝边？啊，到底你有看到你的厝边也无？还是你一直拢家己活伫家己的世界？迄个厝边可能是你厝内人，可能是你公司的同事。这个厝边可能是你的同学，这个邻居，你有没有看到邻居啊？还是你仍然活在自己的世界，活在自己的手机里面？圣诞零距离。所以这个 DM 的中间有一句话讲：“你去照样做吧。”你唔知个会记得咱去年诶圣诞节时阵，这设计小组真特别，弄一个 DM 哈，啊你转去，你看你这去年的 DM 转去，你有做这个圣诞帽哦。你若踮咧教育馆，你个会当看到不加济，好，咱去年做的这个，啊这是咱一寡长辈做的。昨摕到这个 DM 来时阵，我就请
伫个咱一楼做义工的吼，咱一楼有义工，我拜托伊讲，你拜托你，因为这店后壁同款，你会用去做手工。伊看到就，哎哟，牧师无可能啊！我30年无牙加剪啊吼，我30年无牙加剪，我讲王爷你甲加看卖，加了后倒起来吼，甲内面甲黏黏的，变做敢若亲像一个圣诞树。所以等下咱请兄弟转去的时候，你会记得摕这个DM。这个 DM 摕转去，你若感觉一张无够，你摕3张、摕5张，你想看我要邀请倒一个朋友？这中间对11月26开始，11月26拜六感恩见证会，就是咱今年圣诞零距离第一个活动吼。内面有一寡团体的，无论是囡仔的 party， 还是咱社区音乐会。还是12月20平安暝等等遮的，咱阁有另外一个，就是甲团契无共款年龄的少年团契、青年团契，还是讲双年、姊妹等爱家等等，这是无共款的团契。你甲邀请，即摆真侪人拢会甲时间翕相起来，放咧手机。一张你就甲讲，你后壁吼用甲剪，提卡剪，哇，40年没有坐牢做了。趁这个机会吼，伊哪做的中间，伊就会记得你对伊的邀请，通好伫个你邀请伊迄个时间，咱三甲来经验。因为耶稣甲咱讲，敢若亲像甲迄个法利赛人讲，你就知影向着你的厝边啊，所以你去照安尼行吧。这款的回应，咱是参与伫个上帝。伊会听的动作的中间，拄啊，咱所读迄段经文，你会当看出来，上帝竞选，上帝对起头就竞选，所以是上帝主动，毋是咱去找着上帝，毋是我要相信耶稣，是上帝先主动，互我相信耶稣。所以那安尼的时阵，咱如果若诚做人的。祝福邀请人的时阵，上帝咧使用咱，上帝竞选人来祝福人。你有受伊竞选无？有诚做伊竞选头水的果子、粗俗的果子无？上帝竞选人来祝福人，上帝竞选阿伯拉罕来祝福万民，上帝竞选你参与伫上帝这个听的行动中间。我普通时都听囡仔，我听笑笑啊，普通时踮咧厝拢嘛做甲真好，无毋对，迄伫咱的性命关系中间。但是伫个即句话中间，咱会记得耶稣咧讲，你爱去看到啥人是你的厝边，是我的厝边。伫个路加福音15章咧定义迄个厝边邻舍，就是需要的人，有需要的人。伫个需要的人的中间，你将这个 DM 摕互伊，邀请伊来。所以基督徒咱受竞选，毋若干那伫个即个世间，咱享受到一款好的恩典，咱阁参与伫即款邀请的中间，互咱所做的服侍，毋是干那一个 program 的尔，你是针对人的性命，针对一个 person， 针对一个人，咱同行的。成做基督徒了后，咱都爱尽基督徒的责任，都爱读圣经，都爱祈祷，都爱做事工。哇，做甲真重大，无错，毋是。咱回应上帝的听，回应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按 program， 咱要进入是 person。通过这么多事工，这么多动作，关心的迄个人，这个灵魂，这个需要。互咱今年圣诞零距离的活动，就毋那干那是活动，咱过去一直在努力学习这款的。每一个活动，每一个事工，拢互咱经验到人甲人的相处，人甲人互相的宽容接纳，互相斗阵来回应主。所以那安尼，拄我讲迄个粗俗的果子，还是讲头水的土产。都爱倒转来，圣经一开始咧讲的，就是伫个出埃及记23章19、20安尼讲，咱读台语来，土地头水上好的修行，就送到上主你的上帝的厝。
出熟之物，刚刚收成的要送到耶和华上帝的殿。40年前，迄阵我40多年前，伫读大学的时阵，辅导会甲阮讲吼，恁即马领零用钱就要练习1/10奉献。我读大学的时阵吼，一礼拜的零用钱200块，这个200块包括爱食中昼顿哦。读大学无炸便当嘛，对无？出门包括坐车呢，一礼拜200块，包括坐车，包括食饭。用今仔日来讲，一天200个无够吼。你阵爱一礼拜，你讲我20块要安怎摕出来？我讲1/10奉献啦，你按即马开始有领钱，就爱1/10奉献。我讲这是我的生活费呢，要安怎会当甲1/10摕出来？去上帝面前，无想到讲迄个辅导哦更残忍吼。我讲一句话，讲后摆你做兵退伍了，你后摆吼查甫的若做查某无吼。查某若毕业了，就会当工作。第一个月薪水哦，全部爱奉献，迄叫做啥？出熟的果子了。吼，你阵啊，阮讲要使就莫来教会吼。对，就是有一个人安尼咧学习，伊第一摆，你有听过即款的无？一世人第一摆领薪水的时阵，你。大嘛住厝啊，上班嘛用个带便当啊，对无？3顿拢食厝，困嘛困咧厝诶。你迄个月，迄个月坐车要安怎？做兵的时阵，你竟然无欠钱，吼！所以拢甲你想好好啊，安尼吼，都是干那要互你去学习经验。伫出来及记咧讲，迄个上帝伫你即世人中间，互你的恩典，当有一日你会当回应的时阵，迄个头水的修行。你安怎来看待？这项经过1000年来，甲尼希米的时代，主前第5世纪迄阵啊，500万迄阵，尼希米因对着受掠的所在倒转来耶路撒冷，圣殿起好，城墙啊起好的时阵，因回应上帝听立约在上帝面前。立约的上帝面前，尼希米记10章35节有这么说，我们一起来用华语预备。每年我们又将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，都奉到耶和华的殿。倒转来，咱讲受掠倒转来，耶路撒冷的百姓，每一年因先修行的第一批。这个修行的讲头水的5谷甲树顶粗俗的果子，先修行。所以咱会看到这款的功课就走出来哦。因为你第一批你会当奉献的时，后壁你所修行的你都会活用，都不是干那家己咧用啦尔，表明一切拢是上帝恩赐，拢会当真做别人。需要的时阵，我甲伊会分享。所以，咱就想到罗德记，当伊是一个外国人，罗德是一个外国的富人人，伊甲伊的大家倒转来逼旅行的时阵，大家新妇无什么款的能力，要安怎生活？这大家就甲新妇教讲，你去产理。所以，咱看到这个真有名10岁的女人，真有名的700多。都是咧讲到迄款的处境，以色列国家中间因所规定的，你所修行的，无应该修甲清气。葡萄树你就爱留一寡，落个涂骹你毋通阁捡起来，迄就爱互架骹出外人，互孤儿寡妇因来摕，踮咧卖场咧收挂遮卖的时阵，我逐个所在毋通想咧甲哇！逐个所在拢要甲挂甲足清气无？行过了，毋通阁倒转来捡你行过所在，嘿，留伫互出外人，留伫互遮孤儿寡妇。所以，当你若初识的果子，第一摆奉献，第一步行对的时阵，后壁毋若干那你家己知影讲会当有修行，你阁会真做后壁你变怎活用遮修行同重要。一个帮助，所以初识的果子咧强调上帝一起头对你我的精选，无论是土地的土
土产，还是树顶的果子，这一切。保罗写批予哥林多教会，伊甲这个部分对着旧约所领受的，咧讲着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属灵的性命，还是讲咱灵性的活命，还是讲咱的灵魂。毋那敢若讲这个肉体，这个外在生活咯。你讲到灵魂，要安怎会当经历这项？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，台语现代台语安尼翻译讲，预备来。现在上帝已经有互基督对死人中国活，通做已经死去的人国活的保证。耶稣基督已经对死人中活，成为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人中间，那个第一个果子、第一个复活的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为什么？因为国活无国死，赢过死死的关系。历史顶头真侪人有死国活，至少咱看到圣经列塞罗，但是伊会阁死。耶稣基督伊诚做国活未死的人，第一个果子，初熟的果子。保罗甲咱讲，所以对伫安尼，这个初熟的果子就甲国活结连斗阵咯，都毋那敢若是咱所得到这个款的一个领受土产也好，树顶的果子咯。初熟的果子，诚做你修行的记号。当你这个葡萄园，哇，第一批出来，是啊，你就知影安怎？感谢主，今年有修行啊！吼，咱拢知影种，咱无一直看开花袂结果子，就嗨啊！哇，今年这棵田到底，这个园到底收啊收无啊？当看到第一批果子出来时阵，这个做事人就放心啊。经过2礼拜，经过1个月，这就一直修行的出来。同款，耶稣国活是初熟的果子，就互正信徒，你我相信的人，咱嘛知影，咱会国活，咱困会阁醒，死会国活。这是初熟的果子，耶稣基督带来的后壁的影响，就是国活这个真实，国活的真实。所以，咱若安尼倒转来看到今仔日的经文的时阵，这撒都该人是以色列人中间一定真重要的。敢若亲像咱踮咧台湾，咱嘛会讲到有甚物款的族群，有甚物款的群体。咱知影踮伫咧以色列的百姓中间，这犹太人因主要有几群人，有一群咱常常听到的叫做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，我们常常听到，他们非常的敬虔，生活朴素。他们应该祷告的时候祷告，而且不该祷告的时候他也祷告。人家禁食的时候他禁食，不需要禁食的时候，他都让你看出他怎么样，他在禁食。伊拢互你看到讲，伊在禁食，这是法利赛人，伊甲律法守甲真条，守甲真好。全国普遍性爱禁食，其实敢若一天。咱顶礼拜看利未记，伊中间有写着赎罪日，这是全国性、普遍性、不分年龄，连动物都爱禁食。赎罪这个日，当然其他的时阵有其他禁食的时刻。这个法利赛人要互你知影吼，恁无禁食的时候，我拢咧禁食。所以祈祷的时阵，圣经讲安怎？因一礼拜安怎禁食几摆？2摆啊，毋是一年才1摆哦。哇！常常互你看到伊咧禁食，伊奉献的超过10%，迄是一个咱听过法利赛派。佫有另外一群人较少，咱嘛捌听过，就是今仔日造出来叫做撒都该人、撒都该人，所以另外一个群体。这撒都该人甲法利赛人较无共，因敢若相信摩西五经，因相信你应该就爱甲即个政局、甲即罗马政府有好的合作。因相信今仔日即个时代经世爱好好生活，所以无相信国外，无相信天使，无相信遐个目睭看袂到的。因相信自由意志，上帝互咱有自由的决定，
这毋是加尔文讲的，2000年前撒都该派，因就相信上帝互你有家己决定权，要回应伊会听无爱，这是撒都该派。所以今仔日来问耶稣，其实伊原来这个字希腊文不是来说，后边你要注意看加落去，说没有跟没有说是两回事哦，对不对？没有说就是我不说，但是我如果说没有是怎么样？就是否定，就是拒绝，就是 deny。伊来讲无国外的代志，但是伊个无爱家己讲，所以伊就来问耶稣，咱继续看28节到33节，就是耶稣这中间对28节到33节，是耶稣针对因要讲的迄个例来做一个回应。因为对28节到33节，因举一个例，嘛是摩西律法所讲无毋对，大兄娶某，结果无生囡仔就安歇。那安尼，即个阿兄的弟弟就爱甲阿嫂娶入来，生囡仔了后，第一个就爱成做阿兄的囡仔，安尼阿兄这个血脉才可以传下去。过来囡仔则变第二个，所以这有影是。伫因的律法中间来写，问题是咧讲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7个，就真明显是用这项要来刁难耶稣的。咱倒转来看耶稣要紧的回答，伊讲这个世代有嫁有娶，但是爱知影会堪伫踮咧上帝国中间，还是搁另外一款，就是这世代的人。伫这世间的人有死国外的人，有国外的人，有国外的人就袂死啊！就和这世代的人无共款，无嫁出来的代志。伊要安怎解释国外？原来伊咧解释，毋是国外的代志，伊是咧解释活命的代志。出来日记第3章，伫讲到摩西踮咧伫多的刺皮中间，甲上帝使者的对话。伫犹太人的经典，特别甲这段讲叫做刺皮篇，得多的刺皮，特别咧讲到这段是伫得多的刺皮，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永远伫地，上帝甲人自我介绍。那自我介绍，国讲到啥？讲到伊自我介绍讲，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这个人对摩西来讲是几百年前的人啊！哦。早就死啊！但是上帝讲，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是要甲摩西讲，甲以色列百姓讲，甲你我讲，伫上帝的掌权内面，敢若有活人无死人。所以国外是互人在这个世间的有限软弱中间，经过耶稣基督行的路，咱进入。永远活的中间，亲像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伫活的中间。耶稣用安尼来甲撒都该人讲，你毋通互国外即个字受限制，你爱看到上帝是活的上帝。所以耶稣要提醒的，嫁娶是今世间才有的，袂延续到天顶。所以毋通用地面上的形态、关系活动来定义上帝国的形态。伫上帝遐，人甲人生命中间的关系，毋是咱即个所在应有。所以通过上帝话，咱来思想、来想天顶的代志。那安尼，你才会当对圣经看到活的力量，伫你今仔日的处境中间。真侪的文学家，真侪的音乐家，因通过音乐、通过文学，就是要将因伫圣经中间所看到的，甲显明出来。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嘛是同款。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圣诞节，把我们从圣经所领受到的，用圣经的眼光来邀请我们的朋友，让我们跟邻居需要的人，真的能够。把那个距离打破，这是咱来讲圣诞零距离。上个礼拜有一个电影开始演，已经进入第3个礼拜了。这个电影，互我有兴趣感动的，不是这个伊咧讲的迄个背景，
伊咧讲的是1953年的代志。1949年开始踮伫咧绿岛，咱即摆若去绿岛佚佗，徛都摆45分钟就坐一日。今天如果你去绿岛的话，你可以去看一看那边的人权博物馆以及它所发生的一些事情。1949到1965-70，在那个地方是有许许多多的人被抓到那个地方。迄个所在有一个足迹，有一个柱子，敢若像咱做兵的人，像我怎做兵训练伫咧台南的炮校。但是无互你知影什么主旨，写批拢敢若写台南邮政几号信箱安尼吼，所以踮咧台北的亲人根本都毋知影咱踮咧倒咧训练，敢若知这个批寄到那个信箱，然后就会寄到我们这一连连长、排长就发信这样啊，辅导长就发信。迄个所在的名叫做罗麻沟15号，啊，流麻沟15号，罗麻沟15号，因为它有一个河流，那个河流跟它像大水沟一样，在那个地方就围在那个罗麻沟15号。伫个历史，咱今仔所看到，总共前后思想犯，伊叫做思想犯3000个被送到遐去。中间有一个分队是女的，连女性。伫咱今仔所看到记录中间，这个女性同少年14岁，过来有高中生、大学生，有出社会。同样的一个缘由，就是有读过册，也是所谓的知识分子。这3000个不踮遐，前后10几年的中间，踮咧绿岛受关训，敢若像即摆踮咧新疆共款，维吾尔族有一寡再教育，亲像即款。这个电影我一直踮咧想，你讲写这个故事的人，你讲导演。你讲发行人，因毋是基督徒吗？我毋知。但是这个电影互我目睭会金的，就是伊一直用圣经的角度咧讲这项代志。这款镜头几摆走出来，伊毋是摕圣经出来，但是当迄个第二主角这严上盐水哈，这个小姐，伊是淡水中学毕业的，伊是马街护专，伊是马街的护士。因为先生是知识分子看册，伊第看册是红掠。1949年红掠的时阵，他的孩子2岁，所以这个电影的背景，1953的时候，孩子已经6岁了，4年没有看过儿子，4年没有看过儿子，就是因为他看了书，被抓到这个地方。但是伫迄中间，你不断的看到圣经的话，眼光的讲话。伊甲遐个少年的囡仔女性10几岁讲，牺牲会带来力量，牺牲会带来力量。你无去想到12家的牺牲吗？带来改变。伊甲这少年人讲，信念若无行动是死的。所以伫咧这款受恐吓、迫害，甚至爱叫你写血书，叫你爱报国吼。因迄阵啊，就爱打波，就爱踮写杀猪、宝毛吼，刺青啊，女的就爱做写安尼，用安弄写书啊来讲吼，我要安尼，这款的情下面，你要安怎拒绝？你怎么去拒绝啊？所以伊用这句话，你看这是出现在倒位？圣经倒一段，信心若无行为，伊甲遐其他的女性讲，信念你若有一个信念，但是若无行动，迄是死的。迄就敢若像顶礼拜培灵会的时阵，食大悲牧师讲的，咱根本就无咧甲信道，因为你信了无行动啊，你赶快活出家己的款式。无影，颠倒踮伫迫害中间，伊要甲伊的信念实践出来。伊甲遮个讲即款的惊吓，逐工去用恐吓、添做。你是做工忝啊，要死暗就倒落去，哪有可能？阁有啥物信念？讲听到物件，你听8分，保留2分，家己训练家己，操练家己，独立思考。当咧迫害因，咧困着因的迄个干部落落去水中，要死起来，佫甲救起来，佫甲做 CPR， 边啊遐个人一直甲伊责备讲，这歹人毋通甲救啦。伊讲救人无分好人歹人，病人就是病人。对伫一个医护人员来讲，
病人就是病人，无分什么色对不？应该救都爱救。你敢无想到圣经咧讲的，上帝叫日头安怎照好人嘛，照歹人。伊落雨灌落的所在，大家拢得到利益啊！上帝敢有分讲你好人歹人，你基督徒我则照顾你。你踮咧这电影中间不断的看到金句走出来，圣经中间的会走出来。伊要讲的就是安怎？如果若真正已经有初识的假子，真做咱第一批，真做咱的模范的时阵，咱后壁安怎来grund地？伫咱的时代，伫咱的处境中间，要安怎嘛会当活出来迄个国外的见证甲国外的能力。所以今年咱讲圣诞零距离，上帝已经伫起头就竞选咱，互咱甲耶稣基督即个初识的果子结连斗阵。所以耶稣讲：“我是葡萄树，恁是啥？树枝啊！”所以咱每一个受竞选的，咱是虽然是第二批、第三批葡萄树安尼拖出去吼，拖甲足快，迄葡萄树真够看顶呐！哦，葡萄树非常的会攀爬。啊，即款的看顶出去，咱是毋是诚最中间的一个，甲即丛葡萄树甲伊结连斗阵？那安尼的时阵，咱就不断的去经历着相信福音，咱相信真理，确信即个真理。还佫得到圣神的帮赞，换新咱的心思意念，互咱的行为举止，互咱的行事为人，会当真实正做初识的果子，含已经国外耶稣基督完全结连斗阵。这款是一个极大的恩典，所以伫圣诗184首的中间。伊咧讲到，这是一款奇妙的痛，上帝迄款的痛，哪会遐尼大？尤其是到副歌的时阵，等下咱请大琴迄个苏珍老师，第一次到副歌的时阵哦，音莫弹。啊，我咱看会当听到，因为我拄啊咧唱时，我有听到第二波，吼，女声唱的时候，我有听到第二波。但等下第一节就好，第一节到副歌的时阵，若无琴的时候，咱看咱四波会出来过。啊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节，咱共款坐进去，吼，咱来唱圣诗184首，上帝听头。
亲阿爸爸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世间人会听有限有软弱，但是阮会当经验到主你迄款奇妙无限的听。恳求主你特别通过你伫起头对阮的竞选，也通过信心不断来帮助阮心意换心变化，互阮会当回应主你所互阮的救恩。伫圣诞节期即要到的时刻，阮会当想，会当祈祷，到底阮的厝边伫倒位，阮要带倒一个朋友到主的面前。安尼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。奉献的时，请来唱献做活祭。请坐。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我读一遍，请咱大家来读两遍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3节，主所疼的兄弟姊妹，阮应该不时为着恁感谢上帝，因为伊对起头就拣选恁来得救，对圣神互恁成做圣洁的子民，搁互恁确信真理。请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3节，主所疼的兄弟姊妹，阮应该不时为着恁感谢上帝，因为伊对起头就拣选恁来得救，对圣神互恁成做圣洁的子民，搁互恁确信真理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3节，主所疼的兄弟姊妹，阮应该不时为着恁感谢上帝，因为伊对起头就拣选恁来得救，
对圣神，互恁诚侪圣洁的子民，搁互恁学习真理。咱今日来介绍新的朋友吼，华英，还有张超顺，像你都请起立来互阮来欢迎。好，这是对于美国加州吼，咱这是来关心咱的圣工。这礼拜五暗时8点祈祷会，欢迎兄弟参加。12月25号要举行圣礼典，请要受洗的人向办公室报名。11月26号暗时7点要举行感恩见证会，请咱用周报顶端的 QR code， 也是指招待台来报名，欢迎邀请福音朋友参加。圣诞零距离活动当咧筹备中，特别伫11月底正式开始，拢总有14场的活动，欢迎邀请亲人甲朋友参加。日期甲时间，请咱参考周报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主耶稣捌甲咱讲过，要安怎互相相听，甲咱讲，什么是咱的厝边，就是有需要的人，就是你心感动要怜悯伊的人。所以主耶稣讲，你就去关心去听伊吧。圣诞节就要到，主耶稣就是听咱怜悯咱，来甲咱的中间。所以今年咱教会圣诞节活动定一个主题，叫做圣诞零距离。这个零距离就是讲咱甲厝边这个距离。咱毋是要到12月才开始哦，对11月26。咱就感恩的见证会，然后有真侪包括儿童的 party， 包括有平安年，包括有赞美礼拜，这拢是咱会当邀请朋友。搁有咱有无共团契、无共年龄的福音地会，求主帮助咱。兄弟姊妹，你踮咧心内准备甲主求，什么人是我的厝边，是感动我。来去甲邀请，来甲带导，通好带伊进入来甲主耶稣的降生的中间，愿主祝福平安。再有一点的补充报告：11月10日礼拜五，举办双年中庸一日的旅游吼，前往新竹关西，甲参观新竹玻璃工艺博物馆吼，欢迎双年的。美艳节、春英节来报名，报名到明仔载下昼12点为止。以上讲道，请牧师。感谢主上帝，互咱踮咧教会这大家庭中间有一些咱事工的推动，但是要紧的，咱毋若干那遮的聚会，遮的事工，拄啊咱咧讲着，然后眼睛不是放在 program 上面而已，是 person。咱看到人，看到兄弟姊妹互动性命连结，所以除了教会遮以外，包括咱自己个人，你身体、心神，你的工作事业，也是家庭，要摆在主面前祈祷的，咱一时请起立，开咱的心，也开咱的嘴，咱做点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听阮来到阮的中间，我们恳求主你帮助阮。通互阮会当真实进入，正做你遮尔大的恩典中间。主，阮需要你的信心，互阮会当坚持到底，忍耐到底，通历这个过程来经历主你所做的各种奇妙的事。主，搁一摆永无交托，恳求你照你家己美妙的旨意来帮助阮。感谢你，主是啊，恳求你的听，奇妙的听，搁一摆来讲。亲爱阿爸爸，阮感谢你，迄款奇妙的听，伫人世间找袂着，但是阮会当伫人甲人中间三甲学习的三听功课内面，去谈着主耶稣，你多情肉体
为着阮所做一切，诚做初识的佳子带来国外的真实。主啊，阮心善心无即款国外的行动力，互阮的性命伫每一日生活中间，拢会当活起来，享受主你同在的丰富甲欢喜。阮将每一个兄弟姊妹仰望交托伫主的圣手，无论是阮身体健康、心神会当得到永驻，得到平安喜乐，或是阮的家庭、阮的工作事业、阮人生跑走的方向，主你亲自来引带保守阮。感谢圣神不时用讲袂出的祈祷，为着阮来到上帝面前，无论是吐气，无论是欢喜，无论是哀叫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亲近你，你祈祷，愿你赐福，守持阮力量，通伫礼拜煞了后，进入阮家己的职场、家庭、社区，看到阮的厝边，也经历，跟最近要来经历耶稣基督，搁一摆降生伫阮的中间。愿你的慈爱、怜悯，拢无离开阮。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，阿门。上迎圣诗395首，至圣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上迎煞，请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、扶持、安慰、医治，甲恁众人三甲同在，对即时直到主过来，阿门。请坐，今仔礼拜到这灭岛，请伫灭岛了后，互相请安，才离开。